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3月2日公视台记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咱先来看今仔有啥物新闻重点。国内今仔新增加5例本土病例，93例境外病例。疫苗受害者家属是呼吁政府疫苗救济应该加紧放力来处理。美国总统拜登暗示要去欧洲访问，会去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买去波兰来讨论乌克兰的危机。4月30日，黄豆、麦仔、番麦营业税就要恢复了。农委会主委陈吉仲是表示，已经向行政院争取各党2个月。新闻先来看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针对以色列国会发表新演说，甲罗西亚攻击行动比作是纳粹对犹太人的种族屠杀，嘛呼吁以色列爱加强制裁罗西亚。这场战争已经拍到第4礼拜了，中道嘛传出讲美国总统拜登准备要去欧洲访问，会伫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迈去波兰来讨论乌克兰的危机。乌克兰东部的顿内茨克，和俄军一直攻击，造成严重的破坏。有连环全毁，真侪名体被轰炸了后导火呛烟。俄罗斯国防部20讲，已经推翻乌克兰的顿巴斯营，而且摧毁真侪乌克兰的军事设施。Подразделения российских вооруженных сил завершают разгром националистического батальона «Донбасс». В течение дня продвинулись на 12 километров, вышли на рубеж Никольска и во взаимодействии с подразделениями Донецкой республики блокировали с 3 сторон населенный пункт Сладкое. Уничтожено до 60 боевиков, 2 танка, 3 БМП, 6 орудий полевой артиллерии и минометов националистов. 俄战争已经第4礼拜，俄军的攻击拢无停。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宣布延长戒严令30天，并且限制11个亲俄政党的活动。泽连斯基20日也用视讯对以色列国会发表演讲，伊希望以色列改变中立的态度，加强制裁俄国，并且提供武器给乌克兰。泽连斯基也讲，俄国入侵就跟那是纳粹帝国对犹太人的屠杀。Москва так і говорить: без війни проти нас вони не змогли би забезпечити остаточне рішення, нібито для своєї безпеки, так само, як це говорили 80 років тому. 根据华府帝国的报告讲，虽然俄军希望把乌克兰首都基辅摕来初期行动失败，不过俄军依然一直轰炸，基辅西北边一栋10层楼的主体被炸毁，好在无人死亡。От поряд знаходиться дитячий садок, а отут знаходиться великий кратер. Будинок зруйнований, вікна вибиті повністю, автівки згоріли. Слава Богу, загиблих нема, декілька людей зараз госпіталізовані, їм надається. 和俄军包围的港口城市马里坡，无水、无电、无通食，已经超过20几天。建筑物被炮击，规座城市敢若是拍荒地。民众伫咧也未全毁的建筑物，也个漂蓝所来回回伫咧味，希望会让伫咧战争中活落去。公视新闻陈伟林、蒋建光编辑。联合国难民署统计，已经有超过1000万的乌克兰人民，唔是伫国内有路无厝，就是逃到国外。欧洲国家本地就已经有真严重的难民问题，即卖又搁增加真侪乌克兰的难民，是中欧国家爱面对真大的挑战。一阵西班牙计程车驾驶自发载物资到波兰，回程时阵，互乌克兰人坐便车登去马德里。难民甲住伫西班牙亲人久别重逢，伫街路是人做伙。Orgullosos de poder coger al máximo número de personas para llevarnos a España y bueno, desilusionados de que en el camino se van a quedar mucha gente. 伫意大利雅宾陵山脉离罗马1点钟的车程的小庄头。一对经营民宿翁某也发挥善心，就将2名带囡仔到的妈妈提供免费的食物甲住的所在。Disponibilità di un posto che magari non è il meglio del mondo, ma la prima cosa che è venuto in mente mettiamogli a disposizione, poi vedremo. Intanto 战会无情，欧洲各国也迎接难民。根据联合国难民署的推文指出，已经超过1000万人逃出来，唔是伫国内流离失所，就是称作海外难民。随着难民陆续为波兰入境，转坐客运甲火车离开。中欧国家的官员烦恼，短短1个月内350万人进入，难保每一个国家应提供完善的设施照顾到每一个人。已经接受10万人的德国，是将无路用的空间搁利用。werden hier an diesem Ort am Tag bis zu 10.000 Menschen willkommen heißen können, können sie eben registrieren, können dafür sorgen, dass sie hier versorgt werden und dass sie auch dann eine
eine Zuweisung in die Unterkünfte, entweder in Berlin oder aber in andere Bundesländer. 伫北京的泰戈尔机场因为设施真旧，伫100年宣布关起来，市府决定伫天气坪大布房当作临时收容中心，基本的生活起居设施拢总区应带到找到永久居留的所在为止。伫2015年，中欧国家才为叙利亚难民危机当中接受上百万的难民，面对大量乌克兰难民，也测试中欧国家的收容极限。公视新闻王碧文编译。来关心疫情哦，今仔日咱国内有93个带病入境的案例，5个本土病例，嘉义县市有3例，云林有1例，拢是甲嘉义结婚办桌有关系案例。基因定序的结果是桃园机场的传播链。另外，咱国内哦，目前是有5000万剂的疫苗，有40万剂特别过期咯。来听指挥中心第一波上届新的说明。有新增了5例的本土病例。93例的境外移入哈，那记录县市包括嘉义市2例啊，嘉义县、云林县跟台南市各1例。嘉义市的2案啊，那还有嘉义县的这个22085跟云林县的这个22137哈，都是在3月13号到嘉义参加先前88全聚的婚宴哦。那该起这个喜宴的全聚的接触者已经匡列采检235人，那其中就是有9人阳性。目前我国的已到货的疫苗已经5032万剂啊。那我国仍朝这个多元采购的策略进行。那介绍疫苗一律销毁，不会提供给国人使用。那请民众安心接种。嘉义食办桌的群聚感染嘛，传到台北，目前计共有6人胃着病。有专家是表示，餐厅甲食办桌的场合真够烧的，上好唔通有握手抱来抱去，即种身体接触的行为。另外，针对最近境外病例增加真多，外界是真烦恼讲，敢会影响到后个月要解除封锁的计划。指挥官陈时中早起伫立法院是表示讲，目前并无对边境造成压力，也毋过爱搁继续观察。嘉义奶酥饭店食喜酒群聚继续扩大，而且疫情也拓射到台北。目前累计已经有6个人确诊。有专家表示，餐厅甲食喜酒的场合，较会有群聚感染，因为伫密闭空间内，宾客除了会烫喙暗，哪食哪讲话，也可能会达到敬酒甲握手。当然，无共桌食饭的也可能得病。婚宴那一种场合很多亲友可能会握手啊，可能会有一些其他接触到受污染的手啊，或者是受污染的一个物体的一个机会，所以在餐厅用餐的时候特别要注意。疫情指挥中心表示，目前指标个案由原是一位痛部店主管，疫调继续进行中。台北市12间医疗院所为21起到23开设青少年 BNT 特别门诊，因为大约有1.3万剂的 BNT 疫苗，将要伫23到期，希望会当如期做完。可以打的，尽量在3天把它打完，这3天量还可以。可是如果过了3月23号，就没有疫苗可以打了。此外，最近境外移入确诊个案数破100例，外界烦恼敢是会影响到后个月边境解封。指挥官陈时中表示，要来去观察。以这样的一个这样进来的一个，在我们边境上面，事实上还没有形成这压力，那不会因为这样的一个数目而对我们检疫的天数有所改变。那当然持续还要观察。另外，台北市长郭文德甲伊的家后陈培琪连日针对疫情发表言论，指出当年东阳所买的 BNT， 若讲无破局，互民众早一点仔做，都可能被死遐尔侪人。媒体询问，敢会认为是马后炮？对此，陈时中笑咧回答：事后见解较侪。记者综合报道。民进党立委陈明文甲嘉义胃着病校长去过同款的所在，所以互口讲爱采检哦。也毋过说，互人发现讲，伊伫采检的过工就出席公开活动，伫致辞的时喙暗阁无挂好。陈明文嘛伫面册会室咧，讲伊主动去嘉义县卫生局来自首，嘛愿意互处罚。卫生局是表示上济是当罚伊15000块。
小溪麦区后壁的离是嘉义县新港乡姊妹连续妇女会，显示立委陈明文是参加地方活动，第四个伊搁甲喙暗叫甲下海，这张相片互嘉义县的议员放伫家己的面册，指控伊违反着防疫规定，因为伊八甲确诊的校长参加着同一个活动，互空力采检，说伫19号检验了后，20号就参加活动，甚至甲喙暗叫落来，违反着自我健康管理。应该这段时间就要做好自主的健康管理，不应该要外出。那就算你可以外出的话，也应该把口罩戴好。看他脱口罩，的时机是不是符合我们的要求？那第二个在自主健康，我们都是尽量避免。卫福部长陈时中替讲好话，讲自我健康管理的时阵，爱看当事人甲喙暗叫落来时机，甲有符合要求，毋过爱尽量避免坐公共运输，也是甲无特定的人接触。李陈明文嘛承认，伊有参加活动，除了会室内，嘛愿意接受处罚。PCR 的一个采检呈现是阴性。那我个人觉得我也打了3针那应该是没有问题。那在致辞的时候口罩不是脱落。采检3天以内是尽量避免到公共场所。那如果真的是需要外出的话，一定要戴口罩。以这样的一个行为的话，是会违反传染病防治法，我们来处罚3000到15000。嘉义县卫生局表示，伊19号采检，20号参加公开活动，确实已经违反规定，会当罚3000到15000。但是陈明文要求家己发相关的金额，卫生局会采纳。但是2条有确定过，伊甲确诊的校长虽然骹也有小塌，毋过因2个拢有挂喙暗，加上陈明文采检是阴性，民众免受过烦恼。但是针对伊违反规定的部分，还是会依法开罚。记者王柳婷、林昭权、蒋龙祥，嘉义台北报道。再来看疾管署统计，到今年3月，疫苗不良事件通报是有18172件，有1402个人死亡。通报案件中9成甲疫苗无关系，有294件长的心查。国民党团甲疫苗受害者的家属今仔是开记者会，因呼吁讲应该简单化目前真复杂的程序。针对这救济案件，因认为政府应该加紧速度放令来处理。新人做疫苗了后无几天，无缘无故就送入去监护病房，要病妇找出原因就死亡。是记者会顶悬3月疫苗受害者家属的共同经历。甲3月统计，疑似疫苗做了后死亡有1402件，已经审验有294件，审议结果无关系有257件。家属认为救济申诉伤过麻烦，而且时间真长，判断伤过困难。到加护病房已经是多重器官衰竭，但医生找不出原因，直到免疫系统不知为何反转过来攻击自己的内脏，谁都觉得这是疫苗造成的。我们不愿意做这个无谓的牺牲，也希望很多受害者大家勇敢地提出来，我要为我先生找个公道。不如苏认为人民为社会攻击性的目的造成特别牺牲，甲为鼓励人民做疫苗，为避免真长的司法官司，这目的，政府应该提供行政裁量简便的方式，审查人民的救济申请案件，而且审议结果以目前的判定项目来讲，也不一定完全准确。国家还没有对任何病理做出检验项目并公告。如果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没有一个统一标准且公告的检验项目或检查项目，你如何能够完全的排除接种疫苗死亡的人与接种疫苗完全无关呢？陈孝云表示，依照卫福部认定，若伫个符合无关项目之下4个要件之一，就应判断无关系。毋过爱符合相关3要件，才能鉴定有关系，造成执行面审查严格。伊建议立法院修法，甲要求预防注射受害审议小组开会讨论，建立完整的机制。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农历3月有真侪庙拢有闹热，云林北港的朝天宫10日开始放令防疫，庙埕两边的门嘛开始开放，前方嘛开放予进香团来带。庙方是表示3月是妈祖生，所以信徒会真侪，开放两边的门会当来出入。香客大楼嘛是只开放予进香团，暂时无要收散客。
进香客贴放了后，包括餐厅佮房间，朝天宫的庙方真悬是逐个所在拢爱无用消毒，因为即阵国内疫情豆豆啊转好，朝天宫10月开始开放香客大楼大房，不过为着方便管理，敢若接进香的团体无收散客。我第一年来一定要大只，无可能无大只。方便的，这来等大一个真方便的。现在是局部的提供住宿，散客我们不受理。那这些提供住宿的是去年已经登记了，他也没有取消，但是他原来的人数有降低，那我们有提供给他住宿。庙方表示，进香的团体拢是事先有约有个人相关的资料，方便追踪管控。若是散客，就派掌握状况，所以无提供大房的服务。若旧历3月进香的大月，而且国内疫情豆豆啊转好，来拜拜的人是愈来愈多。庙方即阵也开放庙埕两边边仔的门来消透人潮。现在的防疫的成绩还不错中央有点慢慢在微解封嘛。我们礼拜6、礼拜天的这个香客进香比较多，散客也比较多，所以这样的话，你没有打开的话整个流通没办法。庙方表示，即马真侪信众进香客上关心旧历3月19到23，北港妈祖绕境的活动敢会举办？庙方表示，即阵离绕境的活动还有1个月时间，疫情若是继续转好，就会照防疫规定来举办。目前真侪店头拢已经开始准备，要来迎接庆典。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台中的和平山区，昨传出一个5个人的团体，其中有一个查甫队员伫爬溪时摔着伤，人嘛卡伫山脚。消防局出动13人去救人，嘛有申请空勤直升机哦。也毋过昨因为日头落山看袂清楚，直升机是无救着人。即马上新的消息是，今仔日虽然天气嘛无介好，也毋过直升机总算伫中昼的时已经甲人救起来了。溪边的石头真骨，水阁真错流，搜救人员用软桥甲伤者扛出来。台中市和平山区20传出一件爬溪意外，有5个山友小招为马仑山登山口往石门溪方向爬溪，结果一个查甫人伫咧爬水墙时阵，无细致滑倒着伤，掉伫咧山坎。消防局迄天中昼接到通报，随甲二小组一个13个人的搜救队去救援。到达现场接触患者之后，然后发现其患者髋骨疼痛。无法行动，那本局给予包扎固定人士担架固定之后，那立即下放至适合的吊挂点。台中市消防局第2大队表示，因为搜救的山路狭，患者的伤势严重，无法度振动，所以甲空勤总队申请协助吊挂。不过迄时阵要暗嘛，天色愈来愈乌，直升机到现场也无法度吊挂，所以搜救队分做2边，一边引导其他爬溪的山友落山，一边安夜过暝陪伤者等待直升机来救援。目前机场发布危险天气到11点，待命，等天气放晴才能执行。因为日透早9点，青泉港机场发布危险天气预报，空勤总队要搁咧等待出发的时机。那台中市消防局是搁咧演绎其他的救援方式。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刑事局有一个姓林的侦查员，被指控日台照顾伊妈妈1年看护，甲看护用手铐铐的拖行，佮生喙皮爱伊罚跪。刑事局是表示，这警察已经先甲伊转来勤，调查了后嘛以妨害自由、强制顶罪，甲移送地检署侦办咯。因为这个看护对林母涉嫌有可能有伤害的情事，那林姓的我们的同仁也对外籍看护涉嫌有伤害跟妨碍自由相关的事证。那经了解这都是林姓我们同仁他的私底下不当的行为，虽然跟公务没有关系，但是因为触犯了法律部分，本局在获悉之后已经主动介入调查，并且依照妨碍自由跟强制罪移送新北地检署来侦办。这个侦查员的妈妈破病了真严重，请看护来照顾。这个侦查员是讲伊怀疑看护对妈妈动脚动手，伊才会拍这个看护。目前检方已经调查了，这个看护冇提出告诉。刑事局表示，事后这个侦查员是真后悔，伫中人的协调，双方目前嘛会参详和解，会等案件宣判，再来追究这个侦查员的行政责任。再来看苗栗头份一间庙昨下晡办立会安坐的法会，因为沿路也真侪纸钱，量上过济咯，4个拢是，互附近的民众是真怨叹哦。当地里长嘛要求庙方爱派人来摒扫，今仔透早才摒清气。环保局是表示，虽然庙方有处理，也毋过嘛是违规，上济是会当罚6,000块。
车后顶拢是纸片，也甲规涂骹坐甲惊人。详细甲看，才知遮的拢是纸钱。民众看到街路变甲这种情形，拢怕讲实在是震撼过，想要摕扫帚来扫，搁惊去还着机。这是名字呢。也是希望他们来清，对不对？对，人家看的就是心里毛呢。打没关系，你要来扫啊。调监视画面出来看，才知是附近的一座公庙。3月20下晡有办安坐法会，庙方沿路纸钱大把行，风吹来就四界乱飞，甲规车道拢占条条，一直办到暗时10点，法会办结束，才有看到庙方派人开始出来扫。跟民俗啦，我们正常扫弄完，我们一定会做整个清洁啊，开始就整圈看到就要扫掉啊。庙方表示，立块安坐是久久才有办，今年拄好有办较大场，对附近的居民嘛感觉真歹势。当地里长规工拢接到民众投诉，暗时交出来斗清理。到3月21清早，总算是拢清了。也那苗栗环保局是表示，因有未少民众来检举，专案会以违反废清法来处分。以已经污染路面违反废弃物清理法第27条规定，因裁罚1200元以上6000元以下罚锾。即便事后有派人清扫，但是这个违规行为仍属实，依法仍会受罚。环保局强调，虽然庙方说已经清理，但违规的事实会按违反废清法来罚，也要求公庙日后若是购办相关的活动，该当爱加注意，嘛爱有准则。记者综合报道。立法院的交通委员会今仔审查铁路法的修正条文，若属通过，未来代替的观光列车车票定价就免甲一般列车同款咯。也毋过立委是质疑讲，这几天才传出讲有人食代替的观光列车的便当，身体无爽快。代替是表示讲，因为这便当是外包的，合派控制伊的品质。媒体人叶淑珊顶礼拜伫面册发文表示，家己坐代替明日号观光列车转去了后出现吐过瀉的情形，感觉是车顶为花莲站起来送便当暗顿也会好。伊怨叹遮尔用心规划高品质旅游，哪会伫最后一个环节出问题呢？立法院再去审查铁路法，要放令代替观光列车票价。立委表示，要调整绩效把关，要搁较严格。有没有去针对说业者他们，譬如说提供的便当、提供的餐点去做一个检验？我们日常是没有了哈，不过针对这个个案，我们有再去追踪。如果我们在安全跟营运啊，尤其准点方面还没做到，那我们是觉得这时候就把调票价当作改革的一部分哈。可能民众没办法接受。另外，代替非观光列车的车票票价，交通部定调改革安全优先，即马未起价。不过，代替改革环节当中，要照航空业加入铁道检测员机制，过年进前招募。主计是爱有铁路机构营运维修事务经验，爱有4年以上经验。起薪56000起跳，不过第一批按算招募16人，煞还未招满。不理想啊！恁本来恁第一梯是要招16个嘛？本来就16个，即马剩来2个。12个人报名了。12个对。录取2个。对。代替改革风波真济，代替企业工会甲产业工会拢想要伫这个礼拜3定控。交通部表示已经开过内部会议，比较过去交通部版本甲工会版本的公司化条例，要求代替局赶紧做内部沟通。记者综合报道。行政院对今年2月17到4月30降黄豆、麦仔各贩卖营业税，希望在稳定物价。农委会主委陈吉仲今仔日立法院表示讲，已经向行政院争取，望讲会当继续降2个月营业税。另外，去年越南的葱头进口的量增加真侪哦。外界质疑讲这是中国的葱头假做是越南进口的，陈吉仲讲目前是无证据会来查核清楚。葱头是咱国家禁止为中国进口的830项农产品之一。过去嘛传出有中国的葱头是经过越南西山地咧进口到咱台湾，为去年开始，越南进口的葱头的数量是咧增加，嘛再度引起民众质疑。农委会主委陈吉仲对此回应表示，会进一步来做相关的检验确认。不过，至今为止也无任何的证据。那目前为止没有任何的证据，但我们还是会跟越南方面来积极的联络。我们有相关的，不管是 DNA 同样的品种，或者是不同品种的这一个检测的部分。
陈吉仲21号甲立法院经济委员会针对农产品不价专案报告表示，只要饲料的价格稳定，就会当互鸡卵、鸡肉、猪肉等等价格维持在一定的水准。初步来看，即马国内饲料价格伫3个月进前未来变动，农委会嘛已经向县市来要求，是毋是会当甲即即马减少进口小麦、番麦、黄豆仔的营业税，到4月底的政策会当延长上少2个月。会不会再延长我们的货物税？各种方式去协助饲料的平稳价，会跟行政院极力的来争取，因为那是财政部的一个权责，让这些主要的饲料的营业税从4月底为零，再往后至少延2个月。陈吉仲嘛表示，定来考虑是要来补贴饲价2季的农民啊，每一斤这鸡卵3块的饲料费。所以本席在这边呢，具体建议你要不要重新调整或恢复这个奖励生产？要么市场价格回机制再涨，要么就是农委会要拿出奖励来给农民，那让消费端稳定。所以委员的建议我同意。另外，在民进党立委区议员的要求之下，陈吉仲表示会来提出修法，推动喷的饲料化政策，来解决饲料成本愈来愈高的问题。初期会来摆渡家庭，还是不明来源的喷，先针对食品加工厂，还是事业的喷，伫咧高雄、台中、甲桃园的试办，上紧6月来上路。记者张志勇、张志佳台北报道。从国际新闻来看，因为罗西亚甲乌克兰的小镇进出口嘛受到制裁，造成真侪原物料起价。意大利就因为无法度对乌克兰进口饲料的原料，即马国内的饲料库存只存无到1个月。法国嘛因为能源甲原物料起价，互农民是真伤脑筋。农民详细照顾所饲的动物啦，法国的畜牧业者吕贝勒有饲鸡仔、甲猪仔，毋过过去1年半以来，原物料价格先受到疫情影响起价。俄乌战争开始拍这4礼拜，佫较是严重。C'est-à-dire que le ciseau des prix entre le prix où on est capable de vendre et qui n'a quasiment pas bougé, et le prix de revient de nos animaux qui a augmenté de 50% de par l'augmentation des grains, des matières premières, c'est tout juste insupportable. 那有原物料起价压力，鸡仔也佫爱防范禽流感的威胁。若讲爱保暖甲通风，也毋过能源起价同款受到俄乌战争影响，起10%。在地农民认为，今年法国有种粮食作物，都无应该过度挖苦粮食进口，以确保粮食安全。Aujourd'hui, voilà, la France est productrice de blé, de maïs, de céréales dans son ensemble, de colza pour les oléagineux. Voilà, aujourd'hui, on n'a aucune certitude de pouvoir assurer la sécurité alimentaire de la France et de l'Europe demain. 年牛大喙食饲料食甲真有滋味，也毋过俄乌战争开始彻底拍乱各类原物料的生产，尤其是饲料所需要的番麦。意大利畜牧团体警告，当地用伫生产饲料的原料库存只剩20天到1个月，到时阵恐惊都爱抬一寡年牛。英国金融时报报道，俄乌开战以来，年制品的继续走悬，企业面对有关联的供应链危机。若讲无法度找到替代原料，一旦饲料停产，畜牧业将遭受到损动，造成真侪食物，像牛奶甲鸡卵出现供应中断。公视新闻陈慧仁编译。再来看咱国内的新闻，民众党主席郭文德想要选2024年的总统，传出讲月底要办春酒，嘛来发布外交佮两岸政策拿图。国民党的党主席朱立伦嘛规划讲5月份要去美国访问。另外最近嘛传出讲国民党伫高雄市长的选举会让予民众党哦，望讲民众党伫台北市会当来支持蒋万安。民众党主席台北市长郭文泰想要挑战2024年总统大会，传出已经积极咧部署，有希望在月底举办国际新春酒，邀请驻外大使参加，佮发布外交甲两岸政策蓝图。各国在台湾的大使馆，那这个部分事实上我们是持续做很多的文化交流啦，很多的相关的互动是蛮多的。实际的访美大概今年度看起来可能性不高了。美国政府也真关注2024大选可能的竞选，
国民党主席朱立伦继续规划访美行程，按算会伫5月出发，有希望拜访美国重要人士甲发表演讲。郭文泰甲朱立伦拢伫积极准备。最近南北合各是受到关注，传出国民党伫高雄市长选举要让予郭文泰换台北市支持蒋万安。大家彼此尊重，我在媒体，在这个不透过任何媒体的放话。主席，那礼让这回事，没有礼让或交换。不透过媒体的放话。我想站在民众的角度，希望看到的是全民和，而希望看到的是政党的利益不要凌驾在人民的利益之上。另外，什么时阵正式表态参选？蒋万安表示，台北市党部评估规划议员提名优先，各一段路都有基定，外界预估应该是伫5月。记者综合报道。国家发展委员会伫3月底要公布2050年净零碳排路径图。总统蔡文嘛又搁宣示讲，说2050年要达成净零排放的目标是真困难，也毋过咱台湾一定爱成功。望讲透过能源转型、产业转型、生活转型、各社会转型来完成这个目标。迈向2050不只是全世界的挑战，也是台湾的挑战。这条路确实非常困难，但台湾一定要成功。2050净零碳排，总统蔡英文再度宣示讲，一定要来完成目标，强调这个成功的秘诀，除了这个公部门，也阁爱产业界、学术界3方面做伙来合作，而且还阁伫个能源转型、产业转型、生活转型、社会转型这4大路线来刷咧拍拼。生活的每一个面向都要开始改变。2050净零转型是整个国家的总动员。经济部能源局嘛公布讲，各产业的碳排合计超过144.5万公吨，占全国总排放量的50%以上。其中以石化、电子、钢铁3大产业合计有超过60%。针对这个制作部门，能源局公布碳排减路3路线，包含制定改善、能源转型、循环经济，目标是对低碳到零碳。过去很多是使用这种我们讲燃煤的锅炉、核生质能，这种来取代过去的这个高碳排的燃料。金管会表示，上市上柜的公司要伫个2027年来完成气体盘查，其中永丰金库已经大成完成集团碳排盘查，而且有成立碳排办公室，分阶段来达成减碳的目标。从盘查、评估到减碳目标的订定，可能还要花2年的时间。经济部能源局表示讲，会伫个2030年以前协助企业来完成必要的转型。也若替代能源这部分，光电伫个2025年20吉瓦的目标会拍拼来达成。离岸风电2025年就要达成5.6吉瓦。另外，地热发电2025年的目标是20美瓦，并且要伫个2050年进程，希望会当发展出波浪发电、海流发电、海洋能这个新能源的加入这个行列。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园林会早起热烈欢迎，针对外界正关心讲日本政府要将核废水排到海里的事件，园林会是表示，咱台湾已经组成一个8人的专家观察团，会伫23去日本，25会去福岛的第1核电厂实际来了解。针对日本福岛第1核电厂规划要甲含川废水排入海洋，国际原子能总署 IAEA 已经伫2月14号到18号派调查团前往了解，嘛采集海水的样本，要进行独立分析的验证。台湾虽然争取要做伙前往，但并无成功。园林会21号证实，台湾8人观察团要伫23号前往日本，嘛要伫25号到福岛第1核电厂。预计呢，在23号礼拜3。下午3点15分呢，搭机出发。就后天。对，是的，我们不敢在第一时间说明的原因，除了这个原因以外，还有最大的一个原因，我们怕有些变故。园林会主委谢小新会在前往立法院告问委员会进行业务报告。不过，伊表示5天的行程真正工作日是大约1天半，有几天会伫福岛核电厂实际了解废水相关设备甲设施。针对国际原子能总署 IAEA 采集海水的样本，在野党立委嘛要求园林会观察团比较办理。IAEA 没有做到这一块，确定吗？
是的，我们现在最新的讯息告诉我是这样的。好，但有必要的话，我觉得还是要争取一下了。是的。不过，无党籍立委黄国书认为，若无爱公开8人的名单，恐惊会对观察团功能拍折。原联会会行进前，农委会、海保署、环保署拢有意思要派人，不过透过视讯厘清问题了后，这届先无加急。民进党立委何新存是要求观察团离回来了后1个月内爱提交报告。记者林文丹撇如台北报道。来看美国甲台湾最近拢甲利息起一尾，今仔台北股市一开盘是起47点，最后收盘是起73点哦。金管会主委黄天木早起伫反应时表示，台股虽然外资卖股票压力，也毋过基本面是真好，新利息对股市嘛有正面的帮助。半面红旗旗就伫美国甲台湾拢宣布升利息了后，市场无确定因素消除，台北股市一开盘就大起。伫台积电等电子股甲钢铁股助攻之下，目前大盘依然维持起势。再去金管会主委黄天木伫立法院财政委员会表示，为美国历史宣传来看，升利息阶段对股市影响较正面。大概在升息阶段，大概其实股市的回应都是正面的，基本面还是最重要的。外资的确这段时间卖的比较多，但是仍然有汇入了。那2月份汇入了12亿左右。黄天木表示，全球股市今年以来落真济，真济国家拢落10%以上，不过台湾甲其他主要市场比只落4%外。而且为基本面来看，2月上市柜营收有6.5兆，比去年同期增加12.65%，市值率、并且比拢袂歹。加上主计总处预估台湾今年经济成长率会有4.42%，显示台股依然有一定的成长动能。另外，国内银行理专盗领客户钱这种案件是袂少。虽然金管会已经祭出理专10届、理专10届指点控，不过最近5年依然发生19件，损失金额有16亿。我们有这么多的机制，那结果还是一直不断的发生。最近这几个案子有一个特征，就是他不是在行内做金流，他是到他个人的客户账户中去做，所以这部分要强化。金管会强调，未来会为建立诚信文化、政治问责机制、严明金融纪律、中华教育宣导4方面来落手，也要参考欧美国家制度来精进高阶经理人问责机制。对银行业发生重大威胁时阵，应该要负责人来问责。记者综合报道。来看花莲光复乡太巴人红竹米生活馆哦，因为袂因家己做的竹米路，互花莲县政府以违反分酒管理办法起查，要求伊袂当佮卖酒。无论少年人是真不满哦，认为县政府安尼是咧打压原住民的传统文化。为了要表达对花莲县府稽查部落制作竹米路的不满，部落青年举抗议标语，认为出地单位即看到酒精煞无注重原住民传统文化。中华民国没有来这个时候，我们必须在酿，所以说谁先来谁先到，那怎么去把这文化继续传承下去？我觉得这条路真的很难走。今年一首红竹米是阿美族台北浪部落传统作物，摕来叫酒，更加是部落传统的饮食文化，已经卖2年啊。强调连蔡英文总统拢啉过，希望官府唔通用一般做酒来看待官民戒酒文化。红糯米它牵引了本部落的一个文化，这个在很多的一个商品里面是没有的。你看，如果要去追红糯米，将近有100年的一个历史，难道在这样子的一个中央的一个法令之下，就在我们这个时代把它停止了吗？花莲县府强调戒酒无问题，也毋过未到爱依法申请。那分酒管理办法属于全国性，毋是地方政府设置。那讲部落族人毋知安怎申请，当面也是原住民制酒管理办法，县府真愿意协助。文创这个部分呢，因为烟酒管理法里面并没有免除文创可以免申请产制就可以贩售的行为，所以目前还是要受到烟酒管理法的管制这样子。也毋过部落族人表示，若讲要按照规定商标甲检验费用，部落拢负担袂起，所以才会转做地方创生。2年前就捌向县府呼吁过，爱有相关配套对应原住民戒酒文化，只是拢无消息。记者综合报道。台大前校长陈维洲是台大头一个透过遴选的校长，伊伫1993年到2005年校长的任内，经过大海经费减少、震动轮替等台湾社会正重要的转变过程。但校长退休了后，嘛，甲伊留下一寡珍贵的资料，拢捐予台大，咱嘛做伙来看卖。
我对这台大校长这个职位，是我最珍贵的职位。回顾人生内底上界重要的职位，前台大校长陈维洲讲到家己担任台大校长12年，伊感触真多。课程品鉴，一个是系所品鉴，一个是教师品鉴，对整个教学研究的水准提升有帮忙。陈维洲就任的1993年到2005年这段时间，拄好是台湾社会经历民主化、知识经济造成国际竞争加速、政党轮替，还佫有大学经费安导的重要过程。几下历任，还佫有现任的校长，因拢认为讲陈维洲是这段期间的部分决策，是策动台大向前行的重点。台湾要有一所大学进入世界100大。是在我担任校长1年半以后，所以我常常在想，我当校长当得很愉快啊？为什么愉快？我经费多，经费多是谁的功劳？是陈校长的功劳。像4.6实践、哲学系实践的平反、记录、说明、长城的规划上面，还有许多在校园的整个行政区域的设置等等，陈校长都做了许多的重大贡献。另外，陈维洲是台大第一任经过遴选制度选出来的民选校校长。对现任的校长管中闵特别卸任，搁再来遴选新校长，嘛有家己的期待。其实最关键还是在人的问题的。你如果遴选的时候，遴选这个委员，每一个都是以他寻求对这个单位寻求最好的人选为主，而没有私心的话，其实什么制度其实都差不多了。也若讲方问到对台大还佫有甚物愿望，陈维洲讲，大学自主是全球上界观看学术必要的条件，所以嘛建议台大爱刷咧来关注国家社会议题，也佫会当来表达校方也佫有学术的立场。记者综合报道。即马市区的樱花咱加要了咯，想要看樱花，就爱去山区才看会到。也毋过最近伫屏东潮州的明地溪有一排泰国樱花长个大开，公所是表示4月底之前拢会当来遮看花。溪岸边规排拢是水红色的花蕊，看起来就亲像电影场景共款。这是屏东潮州的明地溪，溪仔边种的是泰国的平地樱花花旗木，目前长咧大开。泰国樱花季又开始盛开花，我们整个花季的期程大概1个多月。潮州镇公所为了增加地方的景观，刺激观光，伫镇内明地溪边种泰国樱花，当年的3、4月啊，拢会开甲真水。官府结合在地观光景点、日式的文化园区，规划出一条完整的花季游览路线。泰国樱花季以外，我们潮州还有日式历史园区，还有我们的那个戏曲故事馆。目前我们在那个早期的社屋园区里面，县政府已经建构一个我们超好玩的一个游戏区。这款泰国樱花，甲定看到日本樱花无啥共，一穗一穗开甲白白白，未少民众会去那散步、那赏花。镇公所预告，今年花季到4月底之前拢看得到。记者综合报道。台东县鹿野乡去年伫乡公所的后面设一个3公顷大的梅花鹿公园，今仔正式启用。园区内底有饲14只的梅花鹿，有游客就讲这有亲像去日本奈良的鹿仔公园。鹿野乡梅花鹿公园即马有13只大梅花鹿，最近佫生一只小梅花鹿，叫做麻吉。梅花鹿伫园区草坡自由自在活动，亲像日本的奈良。人甲鹿是真亲近，游客用摕园区专用的红菜头点心来饲只鹿仔。你摸起来感觉怎么样？热热的。我觉得蛮好的啊，我们正好今天也蛮高兴的，能够碰到这个开幕。传说当中，台东县鹿野乡早期有真济野生梅花鹿，最后一只伫民国58年，互帕拉人拍死。鹿野乡公所为重现鹿野乡有鹿的传说，利用乡公所后边我咧用的3公顷运动公园，争取花东基金1200多万，改起做梅花鹿公园，日益正式开幕，用委外经营模式营运，互鹿野地区的观光，佮增加一个新的旅游景点。以鹿野花园的一个大概念，来区分了南山村发展空域活动，北四村发展
随意的。我们效仿日本奈良公园一样，然后说，但是奈良鹿很凶，有的很凶，有的不凶。但我们希望说，我们台湾人啊，也可以不用出国，就可以跟鹿亲近的地方。香港所表示，未来营运管理由集团收每人100块清洁费来执行，佮每年增加6个数量。今年春节试营运期间，集团人数超过6000外人次。所以企业连续假期，也佮7月份的节气球嘉年华会，有个会吸引更较侪人来观光。记者综合报道。屏东县政府推出150县道上站的巴士，按时要营运到5月底哦，会当载游客去嘉宾园、可可爱的农场，佮往来的省地一寡风景区去游览。屏东150县道是一条靠山边的公路，对高树佮邦寮，经过24个原住民部落，佮4个客家乡。为着推广在地观光，对3月到5月推出上站巴士，希望趁这阵疫情转好，去引游客到地游览。因为都是在电视看到这种双层巴士，台湾比较少出现这一种。那能经过这里，我觉得是一定会有带动噱头，而且会增加我们在当地的散客还有人流进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旅游路线，也充分让我们了解我们屏东的一个特性很好的阳光、空气还有水还有很好的人情味。这台上站巴士要带游客行150县道，欣赏美丽的风景，嘛到各地景点佚佗。以水门转运站做基地，分南北2条路线，沿路有嘉比和可可爱园区，嘛会经过往来的重要山区。北线的部分一天有3班，南线的部分一天有2班3到5月我们都采优惠价欢迎全国民众赶快上网预约。150县道上站巴士目前按算营运到5月。逐礼拜6礼拜，一天南北线总共有5班车，营运期间计小拢有优待，欢迎大人囡仔规家伙到屏东在地游览。记者综合报道。为着要鼓励老大人唔通拢踮伫厝里，台南市的社会局以全市19个风景区推出小旅行，拢总有100个梯次，一个梯次50个人哦。今仔头一梯是去关田一间农场，市长黄伟德嘛望大家欢喜出门去佚佗，嘛爱认真防疫。来自台南嘉义理化社区的时代，透早就游厝内面的人，或者是社区人员，甲因载到关田亚庄休闲农场来体验深度旅游。台南市社会局为着要鼓励时代出门行行，最近串联台南19个特色景点，民众只要透过社区照顾关怀据点报名了后，就会当免费参加。就对咱这百姓安那想安尼有这个实际的安尼体验，安尼互咱规定会当来安尼有这兴趣落这老大人大家出来大家行行。那如果满50个人就可以成团，那大家自己就是我们没有用游览车，就让他们自己出来，然后到这个景点一起来参与活动。我们其实就有要求他们一定要打完2剂疫苗，那如果没有打完2剂疫苗，也要做3天内的快筛。因为这寡民众拢是对台南来的，加上最近有游览车群聚事件，今年的交通方式有改变，爱改做家己去。台南市长黄伟德透早也去到现场支持，也呼吁大家就要做好防疫措施。伫后疫情时代，在地的休闲农场也讲，希望借着这个机会，把生理找倒转来。在嘉义的婚宴，的传染链就传播到全国各地，从北到南都有。要追求正常的生活，就要第一个要打疫苗嘛，精挑细选，而且落实防疫规定的方式，能够让我们这些年长者玩得安心。那我们团体的教学可能减少了100%，都没有来。不是说他来让我们赚钱，他们聚会宣传，叫他们的儿子女儿怎么带小朋友来，这个才是后续的那个成长在那里啦。这届轻旅行活动第3月开始，逐个月安排10梯到12梯，计共100梯。这景点也包含着台南市内16间休闲农场，也有3间的观光工场，全部由社会局补助保险，也有园区导览费用。希望时代在旅游的过程当中，也当学到一寡有路用的知识。记者综合报道。台南的西港伫咧推动甘草的产业，公所最近嘛安排替代的阿兵哥去甘草工厂学一寡传统的技术，嘛望讲少年人会当为甘草来开发出愈较侪用途。将甘草变做树仔、卡棒等等，这是农村社会真时尚的传统工艺做法。台南西港的山野南，伫咧2016年设立甘草工坊，要来发展做地方的特色产品。即马也互社区营造替代役来做伙学习传统工法，制作各种新的产品。
就是比较需要精神，就是要去认它的上下草，然后有时候会整个编错。边边角角的时候，它会少了一些，它会少几枝草这样子，所以要再额外去做添加的部分。所以对那边蛮难的，就是有时候转来转去的时候不知道转去哪。区公所安排4位替代役，深入西港各大社区，学习各种传统产业，和在地长辈伴烂交流。少年囡仔毋若真认真咧学习，成果嘛，互长辈毋愿认输，将一生的基价拢总提出来等。透过西港区公所，然后所承办的那个替代役男的计划，然后让我们的替代役男能够学习传统的手编，为我们社区带来新的文创设计的。不尽然说只是在工程或是什么，你连手工这部分他们也都是很强的。对，就是做出来，说不定都比妈妈们还好看。替代役加入甘草工坊，若学习传统工艺，创造更较侪精彩的作品，嘛为社区长辈生活加添趣味，互社区更加活泼。记者综合报道。文化部头一位认证的布袋戏重要传统艺术保存者林间国宝陈锡宏，今年已经92岁，目前是各位教学生啊。最近伫屏东有一个陈锡宏的展览，展出老师规世人的心血，咱做伙来看卖。一个人双手弄两身红仔，陈锡宏已经92岁啊，动作悠然真有路，互遮的红仔拢活起来。伊是文化部头一个认证的布袋戏传统艺术保存者，又阁是重要文化资产保存技术的保存者。毋过看到布袋戏渐渐要无去，国宝级的师傅一直咧牵学生。即马台后搬戏的，毋但有伊的徒弟，嘛有徒弟的后生。布袋的物件真歹学，我看角色看偌济，不但敢若声哦，连遐红仔的迄个行路也共款哦，所以讲我咧请啊，拢甲人无共款，安怎无共呢？伊个红仔请出来，我是当作人，你袂使甲当作红啊。毋但搬戏，陈锡宏要修复台北五戏馆收藏的18身红仔，伊嘛会晓做红仔的衫甲帽仔，而且甲遮的传统工艺拢传互后辈。其实它非常的伤眼力，但是它做起来其实非常精致，然后它的做法其实很简单。屏东戏曲故事馆对18开始展出陈锡宏的特点，毋但有国宝的手艺，嘛有无形文化的传承甲创新。陈锡宏上大的愿望，就是传统的布袋戏会当继续传落去。记者陈嘉文、外围做屏东报道。下晡报的天气，咱来看各县市详细资料。北部地区上低20度，上悬27度；中部地区上低22度，上悬29度；南部地区上低25度，上悬32度；东部地区上低24度，上悬27度。华岛地区上低15度，上悬25度。感谢观众朋友收看《公视台记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明仔载下晡3点，咱再会。